我係竹工藝師 Inco 林嘉瑜。喺2023年，我得到漂亞湖藝嘅邀請，帶住一件半完成嘅大笨鐘蒸籠去到英國參加倫敦工藝周，令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人都可以了解到香港嘅竹工藝同埋蒸籠技藝，將創新同埋傳統糅合其中。我用咗傳統嘅蒸竹籠工藝去創作今次嘅作品。成個作品呢可以分為2個部分，下面嘅部分就係蒸籠，包括3個蒸籠身同埋1個蒸籠蓋，而上部分就會表現更加多建築物嘅一啲細節。我挑選咗顏色比較深色嘅紫竹，喺上面進行咗挑黑竹肉同埋竹皮嘅顏色對比嚟凸顯一啲細節。咁最後灰藍色嘅塔頂，我用咗天然嘅植物染料染成嘅竹篾去進行竹編。雖然成個作品整體咧係方形，同傳統嘅圓形好唔同，但係當你打開佢嘅時候，你會發現佢依然保留住傳統蒸籠嘅結構。我除咗喺現場示範創作大笨鐘蒸籠之外呢，仲舉辦咗蒸籠工作坊，希望將香港嘅飲茶文化同埋工藝可以向海外宣傳。參加者可以體驗整蒸籠6個最重要嘅傳統工序，包括開料、用竹夾固定、穿銅線、彈竹、竹編同埋打竹釘。我哋亦都好想參加者製作嘅蒸籠呢係一個獨一無二、出邊買唔到嘅蒸籠，所以教咗佢哋做一個比較複雜嘅菊花編去配合製成我哋嘅蒸籠。倫敦工藝周返嚟香港之後呢，作品大約完成到70%左右。事隔2年之後，好開心得到漂亞湖藝嘅再次支持我重啟作品，將完成嘅作品可以喺倫敦工藝周再次展出。對我嚟講，工藝唔單止係技術，仲蘊含住好深厚嘅文化底蘊。所以當我去用全新嘅方式演繹工藝嘅同時，我好希望可以保留工藝家嘅核心精神，將傳統嘅手藝融入喺當代藝術作品之中，令觀眾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去理解工藝。